前兩集我哋已經同大家分享過無酬工作。無酬工作並唔係蝕底、冇價值嘅勞動力，反而好多時係義務工作、深度興趣發展，睇落普通，但其實好影響一個人嘅價值觀同成長。今集我哋就想重點講下青少年可以點樣透過無酬工作當中嘅職業探索活動，揾到自己真正嘅職業方向。兩位今日嘅受訪者都曾經參加過 YMCA 嘅 Let Me Fly 職場體驗計劃。佢哋喺中學時期就開始透過唔同活動去試、去探索，最後竟然揾到自己真正嘅熱情。Let Me Fly 呢個 program 係免費嘅，可以俾一啲即將要再升學，但係又唔知自己做緊啲咩嘅年青人，咁就去探索下自己其他唔同嘅發掘可能性咁樣咯。參加咗呢個計劃之後咧，其實佢會有一啲嘅實習啦，即係體驗咗職場之後會需要應用翻你啲知識落去嗰個 work field 嗰度嘅。咁嗰啲實習咧就係無償，亦都係無酬咁樣，咁就係亦都係一個義工嘅形式咁樣去幫手嘅。BBA 嗰啲好多數字咁樣，我對住 Excel， 咁跟住原來有呢一個嘅行業係喺個計劃入邊發掘到出嚟，跟住就變相就覺得體驗咗，覺得都幾啱自己喎，自己又中意對住小朋友，中意小朋友，中意同佢哋去交流去玩咁樣，咁就發現咗自己原來有呢一方面嘅興趣，又覺得都做得 OK 啊，有啲少少滿足感、嘅成功感喺度，所以就決定我繼續俾少少時間自己去試下啦咁樣。歷奇其實係硬件上面嘅知識啦，因為你見好多係設施上面嘅嘢，咁但係你對住班小朋友，有時佢真係驚嗰下，你係需要用一啲 soft skills 去安慰佢咁樣。但係我發現自己喺呢一方面係爭咁少少。社工作為一個專業嘅人士嚟講，佢會做好多 counseling 啊或者輔導嘅工作，咁所以我就想點樣可以喺歷奇同即係社工咁樣將佢融合埋一齊，呢個都係我其中一樣想做嘅嘢。無酬工作咧，雖然係冇錢啦，但係即係我都付出咗時間去做噶嘛。咁但係喺個過程入邊，我會識到一啲新嘅朋友啦，識到一啲好嘅同事啦。咁啊，對我之後嘅譬如職業嘅發展啊，或者係一啲人物嘅聯繫啊，都會有一個好好嘅幫助咁樣咯。我目標係將會再修讀社工嘅課程，然後以歷奇作為一個媒介，向住社工呢方面去發展。而另一位受訪者 Cindy 而家就讀香港知專設計學院電影電視及攝影高級文憑，但原來佢唔係一開始就好肯定自己中意攝影，反而係透過一次次嘅職業探索活動，慢慢發現自己對攝影拍片嘅熱情。嗰陣時睇咗咁多啦，我覺得活動策劃會比較有趣咯。喺裡面最深刻嘅就係我需要幫手整一個展覽 set 場啦，咁裡面就需要整展板嘅，因為個場都大，有好多展板要整，咁就要好多個人同時一齊完成咯。想快啲完成啦，咁就好快咁樣就做咗佢原先話開頭要做嘅嘢啦。但係做完之後，佢話原來呢一部分要改，咁樣就當時就察覺到自己太心急啦，係啦。喺裡面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挑戰啦，因為第一次做啊嘛，跟住係發現當中係要隨機應變嘅，了解到自己多啲咯。咁參加完 Let Me Fly 之後，咁就見到有攝影小組可以參加啦，自己都有啲興趣嘅，咁就參加咗啦。其實回想返啦，我細個其實就都已經鍾意攝影㗎啦，但係嗰陣時就覺得器材貴啦，同埋未清楚呢個攝影嘅前景，就放低咗，冇再諗過咯。參加呢個攝影小組之後，就發現自己就真係對攝影有興趣嘅，揾到返個初心啦，咁就而家就走咗去讀咗攝影相關嘅課程咯。雖然職業探索活動係無酬，但呢啲活動除咗幫青少年擴闊生涯視野，仲可以了解自己性格特質，明白自己想要乜，擴展人際網絡，對未來嘅升學、求職都有好大作用。